大部分人吃魔芋爽都这是土豆煮5分钟的状态，表面热了，里面又生又硬，完全没熟。煮10分钟，外层软了1厘米，中间硬的加生状态。煮15分钟，外层更软了。半熟状态属于脆土豆，煮20分钟，土豆完全熟了，质地干爽绵密，适合煎制当主食。煮25分钟，土豆整体很软，酥肉很松散，软糯成泥。面土豆爱好者此时最佳。